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伫高雄开108万，就会当买到一间细间的透天厝。地点阁是伫基丁闹热的上宽的附近，敢真正有遮尔啊好康咧？原来这是权利厝，只有建物的使用权，无土地产权，嘛无法度贷款。地主若要套转去，恐惊就爱拆厝型地。若要买这种厝，就爱想活清楚。千色铁门伫基丁区安住巷，这间细间透天的厝有1、2楼，2间房间，主建物7平。离苗情路风景区500公尺附近是基丁海岸公园，讲要卖108万。108万厝你在买啊？是无错啦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找无啦。毋那即间尔，共款伫基丁市区附近，也有即间3楼的透天，离渡轮站干2分钟，4房2厅15平。3楼是铁厝，厝龄41年，要卖158万，100多万买一间透天厝。原来这2间拢是干建物的所有权。蛮多的投资客，他们都喜欢买老旧的房子，那根据他的需求再去重新整理，看是要出租还是重新再等于是像女孩子一样把它化个妆，然后再高价再把它卖掉。权利厝土地是国有的，厝主干建物的所有权，都要逐年付地租和地主，租着土地才会当使用。啊，这款权利厝优点就是较俗，买了后注重伊的功能性。若是家己要大，还是做仓库，会当省租金。是讲注意的是，买这款的厝，干居住权，若是地主要讨的时，都要拆厝行人。买乡亲爱想好势，爱了解伊的优缺点，安尼才袂后悔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